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2号。这一期咱们聊这个俄罗斯，聊一聊俄罗斯和大国。最近一位头部黄俄也就是我们的加德老师，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这位加德老师有一句名言：所有翻中俄历史旧战的，统统的格杀勿论。现在加德老师倒台了，算倒台，半倒台。有很多网友说他就像一只夜壶一样弃之不用，受到了夜壶的待遇。也正因为加德老师已经被弃用，所以咱们才敢聊这个事否则加德老师如果叱咤这个网络的时候，咱们不能聊这话题，一聊那是格杀勿论。像这个财经网恐怕跟很多网友心情是一样的，也是趁着加头倒下去立马刊登了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标题叫中欧班列2月去程货量暴跌 43.4%， 运价跌一半。他这个提案是这么说的，说业内人士称，俄罗斯此前对大国商品限制和查扣是货主不敢发货的主要原因。大国对俄出口同期也出现下降。财经网这文章说，他说在历经数年的高增长后，中欧班列在今年遭遇大幅度下滑。中欧班列网站3月19日披露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2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去程、回程班列2658列，同比下降 9.2%， 累计发货 28.08 万箱，就是28万个标准箱呢，同比下降 11.3%。 说到这儿再插一下，2个月通过中欧班列一共是28万标准箱，2个月这海运很多船，一船好像都多少万标准箱，那就几船的事儿。所以说铁路运输和这个海运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财经网说，其中班列去程开行量下滑严重，前2个月中欧班列去程开行1177列，同比下降 26%， 发送货物 12.85 万标箱，同比下降 26%。 同期中欧班列回程开行1481列，同比增加 10.9%， 发送货物 15.23 万个标箱，同比增加 6.7%。 跌幅主要在2月。2025年1月，去程班列开行735列，发送货物 8.02 万个标箱，同比均下降 9.5%。 2月中欧班列开行去程班列422列，同比大跌 43.3%， 发送货物 4.83 万个标箱，同比大跌 43%， 也就是2月份断崖式下跌。为什么呢？3月20日，欧亚铁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杰告诉财经网说，去年中欧班列发运量会在正月15工厂复工后增加，今年却起色缓慢。最近这2周发运量有所回升，但目前中欧班列还在求货上量状态。霍尔果斯、2连浩特等传统出境口岸比较空。华东地区发往莫斯科运价已经从2024年10月的9000美元每箱跌到今年2、3月的4500美元每箱，这直接暴跌一半，就是运费一个箱子现在只需要以前的一半。杨杰认为，中欧班列开行量自去年10月起，先后受中国对俄汽车出口量下降、发往欧洲货物被俄查扣以及俄整体购买力下降等因素叠加影响出现下降。这3个原因，一个是大国对俄汽车出口量下降，这是为什么咱们那个所向披靡的新能源汽车在俄爹那儿开始下降了，还记得吧？去年年底不是俄罗斯有很多这个评测网站，汽车博主说大国的汽车质量次、价格高，到处都是生锈。我记得咱们节目介绍过，对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对咱们出口俄罗斯的汽车进行开箱，发往欧洲的货物被俄查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俄整体购买力下降，这个好像跟这个中文自媒体跟那些头部黄俄宣传的不一样。我俄爹不是越打越富有吗？哪来的俄整体购买力下降呢？这个专家有点不靠谱。这个专家的说法，值得推敲。俄爹是越打越富有，怎么可能越打越富有？完了还整体购买力下降，这个不对。俄罗斯是中国主要的汽车出口国，约占中国汽车出口量的2成。你就知道咱们新能源汽车去哪儿了，估计把俄爹给坑得不轻呢，要遭到俄爹的反噬了。2024年以来，俄罗斯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收紧汽车进口。
2024年4月1日起，俄罗斯开始要求经中亚国家进入的汽车补缴税费差额。此前，部分中国汽车为规避俄罗斯较高税负，经过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中转，再进入俄罗斯。这俄爹能让你占这便宜？这不可能的，俄爹马上给你把路洞堵上。这个和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想他只能加大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结果遭到反噬。俄爹就没那么麻烦，俄爹对这些那就是手到擒来，手拿把掐。你可以理解成咱们的汽车经过墨西哥，或者咱们的商品经过墨西哥，再想进入美国，避免较高的关税嘛，不就一个意思吗？特朗普和川普关系好，很有可能就在这方面要取经，学习这个普京的经验。2024年10月1号，俄罗斯针对进口汽车上调报废税，上调幅度高达70%到85%。2025年至2030年，该国汽车报废税税率还将逐年上调10至20个百分点。中国对俄出口汽车最多，是直接冲击对象。你看看，因为欧盟人家已经不禁止向俄罗斯出口这些东西，那只有大国还有印度。看样子俄爹和大国的友谊也是塑料情。2025年2月10日，俄罗斯技术法规和计量局宣布取消中国商用汽车闪气重卡的一款产品认证，暂停其在俄销售。是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是2月5号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部长阿里哈诺夫在一个会议上称，发现3个中国品牌的卡车存在严重缺陷，俄罗斯需要对这些车辆进行更严格的认证检查。2月10号，俄罗斯技术法规和计量局宣布取消中国商用汽车闪气重卡的一款产品认证，暂停其在俄销售。该机构称，在噪音控制、后部防撞和侧面防护方面，这款产品不符合俄罗斯的一系列强制性要求。俄罗斯已进口这款卡车 1.5 万辆，你说说这个俄罗斯人多厉害吧？已经进口了 1.5 万辆，说你这个不符合我们俄罗斯的强制性要求。财新询问闪气重卡是否掌握上述审查具体信息，截至发稿未获回应。知情人透露涉事3个卡车品牌可能是闪气重卡、中国重汽和一汽解放，都是国企央企。这俄爹就一点都不顾情面，这黄俄也不出来说2句话。这个美帝特朗普那边稍有动作，胡锡进老师就像个疯狗一样的上去狂咬。这俄爹在这儿已经下手，专照这个致命的地方下手，胡锡进老师装都没看见，还不疼，还可以扛。中国汽车行业担忧，这是俄罗斯释放的消极信号。商用车资深行业人士谢光耀称，据其了解，俄罗斯禁止销售的这款产品是闪气重卡的出海主力之一，也就是说，在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深受欢迎。这是闪气重卡的拳头产品，居然在俄罗斯说不符合标准。阿里哈诺夫在2月5日称，中国汽车品牌积极扩大在俄市场份额，为了恢复俄罗斯国产和进口汽车的平衡。你看这话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好处不能让你中国企业独享，一个是俄罗斯国内汽车要发展，第二个进口还平衡。那说不好听的就是打压你中国的汽车。但如果这个事要是美西方干出来的，对吧？那特朗普的脑袋估计也得骂绿了为止。要是欧盟干的，那冯德莱恩、马克龙，对吧？舒尔茨也会被骂得不轻。但是俄爹干的好像就大家都不知道，没人关注。俄爹干啥都是正常，我们都能忍。黄俄主打就是个孝顺，以孝这个持家，讲究的是忠孝两全。确实是黄俄就是特征。为了恢复俄罗斯国产和进口汽车平衡，俄罗斯已经逐步调整提高汽车报废税，但这还不够，需要对进口车进行更严格的产品认证审查。卡车是俄罗斯首先审查的领域。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跨国车企遵守国际制裁要求，纷纷撤出俄罗斯，市场出现空缺，中国企业得以长驱直入。近2年，俄罗斯迅速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1大目的地市场。2022年，中国向俄罗斯出口汽车16万辆，2023年出口数量同比暴增461%至90.9万辆。2024年，中国对俄出口汽车达到116万辆，约占中国汽车出口量的20%。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市场变化将直接影响中国汽车出口总体表现。这个应该这么理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中国为俄罗斯送去了，对吧？100多万辆汽车一年，什么概念？100多万辆汽车支撑了俄罗斯运转，是俄罗斯急需的。等到俄罗斯喘过气来了，缓过来了，对不起，他就开始换个面孔了。前面是求着你把车卖给我，他缺，因为很多欧美企业全部撤出俄罗斯，也不给他卖汽车了，他没得买。2024年4月起，俄罗斯开始要求经中亚国家进入的汽车补缴税费差额。俄罗斯中国总商会副秘书长李峰称，俄罗斯汽车产品进口认证项目繁多。他认为2025年俄罗斯汽车市场的总体销量可能会下降，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和俄罗斯本土汽车企业的竞争会更激烈。俄罗斯上述措施有限制中国汽车进口的意味，就是过河拆桥，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这个李峰建议，这个具体涉事企业要积极与俄罗斯监管部门沟通，获取详细调查报告。人家也打压你，你沟通有什么用？这个阿里哈诺夫近日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称，俄罗斯会继续扶持本地汽车企业发展，已经要求包括含中资的本地汽车企业加大使用俄罗斯零部件的比例。俄罗斯先让中资到俄罗斯开厂生产线，你必须在俄罗斯生产汽车。现在要求中企，你不仅要在俄罗斯生产汽车，而且要用俄罗斯本地生产的零部件。蔡英文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表达出结束俄乌战争意愿。如果欧美制裁措施在战争后结束，俄罗斯汽车市场格局还将发生变化，也就是现在在俄罗斯投资的这些中国的汽车厂商面临着不确定的风险，是不是打水漂很难说。咱们还是说这个中欧班列。蔡英文说去年俄罗斯查扣中欧班列去程货物，对此亦有影响。2025年1月底，邦达通物流湖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赞对财新表示自2024年10月下旬开始，其公司陆续有途经俄罗斯的集装箱被扣，累计有70个集装箱货物受到影响。另有一位物流人士估算，受此次查扣影响的集装箱至少上千个，我们自己公司就有100多个。截至2025年1月底，中欧班列发往欧洲的部分货物仍滞留在俄罗斯。此番查扣源于俄罗斯政府2024年10月15日通过的1374号令。俄罗斯政府官网显示，1374号令在此前2022年3月9日313号令禁止过境俄罗斯的货物清单基础上进行了扩充，新增了机械类、电子类用品以及迷彩色衣物，主要针对军民两用物品。迷彩类衣物也就是工地上很多农民工穿的那种，那都是军民两用，你不能途经俄罗斯，就你的货物里面不能有这些东西，有就没收。3月10日，中国驻俄大使在北京出席两会，对凤凰卫视表示，中欧班列在俄被查扣情况经沟通后已经获得解决，这是大使说的。但是3月20号，另有一位专营中欧班列的货代对财新表示扣货影响仍在持续，仍有货主不敢通过中欧班列经俄罗斯发往欧洲，而近年来不经过俄罗斯的南通道发运条件并不成熟，时效保证不了。杨洁称，这就导致了部分货主直接放弃中欧班列，不走铁路走海路，进而影响数据。根据中欧班列网2024年11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529列，同比下降 2%， 环比10月跌 1%。 其中去程开行841列，同比下降 2.9%， 环比跌 7.2%， 回程开行688列，同比下降 1%， 环比下降 13%。 2024年前10个月，中欧班列开行列数以及标箱发送量均有2位数的增长，也就是俄罗斯的这些查扣措施导致咱们跟欧洲之间的货运受到极大影响。不光这个，根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2个月，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总值下降近 10%。 什么意思高速增长现在已经见了拐点了，中俄之间的贸易见拐点。自2016年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此前长期维持增长态势，到2024年年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10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27个城市，亚洲11个国家超100个城市，也就是中欧班列大有可为。奈何你偏偏要经过俄爹家门口，所以你这个
中欧班列的兴衰卡在俄爹的手上。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哈萨克斯坦中捷乌铁路，无非就是想绕过俄罗斯，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一直阻挠的原因。中捷乌铁路谈了20多年，就20年前就已经达成了，但是由于俄爹一直阻挠，所以一直修不下去。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不全是俄爹阻挠，阻挠是原因之一。如果你要从中捷乌铁路走，那你就相当于不用走俄爹这儿，俄爹还从哪儿刮油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这是自古以来都这样，所以你要修条路说不打我这儿过，能行吗？想把我绕过。幸好俄爹跟乌克兰打仗，注意力被吸引到那儿去了，所以大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什么乌兹别克斯坦，谈成了，开工。结果路还没修通，还没完事，俄爹那边说不打了。俄爹一不打，他马上就有精力，回头又来管这个他的后花园。中亚是俄爹的后花园，时不时过来打扫收拾。看着这个铁路恐怕又是凶多吉少。有人说，你既然海运那么好，你为什么走铁路？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拜俄爹所赐。拓协军在红海是不是制造危机？2023年开始的红海危机，拓协军在那儿路过的船，他都要给他送2颗火箭弹，导致海运成本上升，因为大家都要绕好望角。上海市的一位领导还专门说过，由于红海危机导致上海经济受影响。我记得我的节目说过，有很多正能量为拓协军的义举拍手叫好，因为他打的是美国航母，美帝的航母有没有打到这不重要，反正把咱们吓得够呛。咱们的船你得绕行好望角，不仅路途加倍，它时间也多了10来天，也10几天。那个几十万吨的巨轮，一天烧油要烧多少吨呢？10天就多烧多少吨的油，你就算那个燃料成本、折旧成本，运费增加1半，就是涨1倍。在这种情况下，把铁路运输就给显出来了。你这么一比较，发现铁路运输也可以接受，它还快，所以就会让中欧班列会高速增长。有很多货物走铁路比较好，所以说2024年这个中欧班列是高速增长。结果这边俄爹在这等着，所以从这儿想，首先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俄罗斯开始吹它的北极航线。北极航线全部是冰封状态嘛，常年累月，俄罗斯有破冰船，俄罗斯把北极航线给它打开，要从大连到欧洲，好像要节约几千公里的路。问题是这条路沿途全部是俄罗斯控制，你就能想象这有多么的不靠谱。那你就真正的相当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俄罗斯了。我想大国恐怕还没有傻到这种程度，应该让俄罗斯人自己去玩。我在想，加德老师如果看到财经网的这个报道，一定是恨得咬牙切齿，应该就地枪毙。这2天晚上流传一个视频，一群这个大妈到俄罗斯的海参崴去旅游，这一群大妈好像在导游的这个指挥下，向当地的应该是苏军英雄纪念碑献花致敬。海参崴反正我没去过我看那个视频，它有个叫圣火这火是缠绵火，永远一直燃烧不息的，长命不息。圣火纪念碑代表着俄罗斯人的一种军魂或者是一种精神，开拓的精神。每个民族都恐怕有自己的这种圣物或者是象征，好说什么。但是中国的大妈跑那儿去给他们献花，这个就有点感觉不伦不类。大家可以看视频。上一下行吧，师傅。你在那边找去，你上那边找，你上那边找。下一个。不到，还不到，20点不到。首先一个海参崴，它是咱们的故土。首先你去玩，心里面应该有点怪怪的，故土难离。不说你把它要回来，至少你也不要这么高兴，咱也别说心情沉重，但是你也没有必要这么兴高采烈，甚至还给这些侵略者献花。这个和你到靖国神社去参拜有什么本质区别？靖国神社里面也供奉的也是日本的那些战犯和日本的或者是为日本人做出贡献的，就是日本人看来象征日本人的民族精神的这英雄。那你说一个中国人跑去参拜是什么意思啊？加德老师胡一静要知道了，那不跳起来骂吗？那为什么这些老太太居然跑到海参崴，跑到这个俄罗斯人这个纪念碑这儿献花？这是谢他不杀之恩吗？这是谢侵略者。幸好你只到这儿，没有往黄河以北，没有过长城，还是什么意思？这些老太太她不知道100年前或者150年前这个地方那都是黄皮肤人了，现在还能看得见黄皮肤的吗？除了游客。请问那些黄皮肤的人，你现在只能在海参崴看到一些石碑，很多地方有惨层的石碑，石碑上有汉字这些惨层的石碑，这历史遗迹，俄罗斯人还没来得及把它清除掉，这些在无声的诉说这个地方它的历
历史。这些大妈无知可以理解，但谁组织他们这么干的呢？这个都跟加特老师、胡锡进老师在网上大肆这种亲俄言论、大肆的降智言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欧洲有句谚语，每个俄罗斯人心中都住着一个鞑靼人。还有一句谚语说，你要跟俄罗斯握手，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食指有没有少。自从特朗普跟普京通话以后，这俄罗斯人又找回了自信，感觉扬眉吐气。因为俄罗斯人是打心眼里瞧不上南边这个邻居，但是形势所迫，毕竟国际上没有朋友了，所以只能拿南边这个邻居当朋友处。现在一看，特朗普伸出了橄榄枝，这个普京马上就要扑过去。虽然胡锡进老师一而再再而三的拍胸脯担保俄爹不会负我们，俄爹不会背刺我们，只不过是胡锡进老师一厢情愿。提醒一下胡锡进老师，不要乱收俄罗斯人的东西。加德老师就是收了今日俄罗斯2罐蜂蜜，那以后就出事了。你不能说这是巧合，这个还是有一些原因的。未来的某一天，这些亲俄博主，这些头部黄俄，很有可能都要得到某种程度的清算，就类似于加德老师这样。至少这些头部黄俄所宣称的俄爹保护咱们，俄爹跟美国对着干，或者俄爹带领咱们跟美国对着干，这个已经破产。不知道这些头部黄俄还能讲出什么新故事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